日心血來潮，想挑戰一下，如果我叫 ChatGPT 幫我寫一個為期2星期嘅日文學習計劃，跟住做之後2星期後到底我日文會唔會有進步呢？咁開始之前就講少少我喺日文嘅背景先。小學嘅時候有上咗1個月嘅日文興趣班，上完之後就令我喪失咗對日文所有嘅興趣。我雖然之後乜都唔記得晒㗎啦。直到20年疫情期間開始咗睇日本動畫，同埋接觸多咗日本文化之後，就重新對呢個語言產生興趣。咁過去5年期間都有一直睇唔同嘅動畫，就好意外咁訓練咗我喺日文方面嘅聽力。再加上我今年大學畢業就覺得既然係咁，不如我試下學日文啦。咁喺5月嘅時候，我就開始上網上1對1嘅日文堂。咁一開始老師有評估過我嘅日文聽力程度大約去到邊嘅，就係大約 B2 至 C1， 即係我可以聽得明日常對話或者深少少嘅對話，但係冇辦法聽得明專業用詞。咁喺5月開始上堂，上咗2個零月之後就暫時停低咗。咁我目前嘅進度就係認得50音，認得大部分嘅片假名，認識所有嘅助詞，但係我冇辦法好好咁運用佢哋，亦都認識某一啲形容詞嘅用法，所以我都仲係停留緊喺一個好基礎嘅程度。咁跟住我就會叫 ChatGPT 幫我寫一個學習計劃，咁就睇下到底2個星期後我會學到啲乜嘢啦。就係學習計劃嘅 Day 7，目前嚟講進度良好嘅。呢7日主要都係 focus 喺動詞嘅變形上，只係目前有一個小問題，就係佢疑似喺 Day 4開始就唔記得咗每日要教我新嘅詞彙呢一樣嘢。但係呢一個以外進度我覺得都唔錯，不過我覺得最主要係提醒我每日要去學習嘅呢一樣嘢，真係㗎。我覺得相比起真係學習日文嘅時間，要堅持每日都去做呢一件事情嘅感覺更加攰咯，其實。然後仲有4日終於完成啦。咁喺分享我嘅感想之前，我就先講一講呢2星期到底學咗啲乜嘢。最主要就係動詞嘅變化。喺日文呢個語言入邊，動詞係有被分為第1類型動詞、第2類型動詞同第3類型動詞。咁唔同類型嘅動詞喺唔同嘅 situation 同埋句型當中，佢哋會有唔同嘅變化。例如現在式、過去式，又或者係請求之類。咁呢2個星期的確係有增進我對動詞變化嘅認識嘅。但係我呢2星期學習嘅嘢同 ChatGPT 本身所寫呢2個星期會學習嘅嘢呢，喺第4日開始就已經脫離咗佢本身嘅計劃㗎啦。咁但係以結果論嚟講，我的確係有學習到嘢。咁我用嘅 ChatGPT 係佢免費嘅 model， 佢每一日都會有限額可以使用佢 Plus 嘅功能。而我覺得最有幫助嘅就係佢可以生成 PDF 檔案，例如佢可以整合你當日學過嘅嘢，又或者係按照你嘅要求去生成一個表格出嚟。咁佢係有按照過我嘅要求生成咗呢一個動詞嘅變化表出嚟。我仲未核實佢係咪全部都係啱嘅。So far 我覺得都幾方便。不過佢有一個小缺點，就係當用完佢 Plus Model 嘅限額之後，佢就會自動跳翻去免費嘅嗰個 model， 然後佢就會好似唔知我講過啲乜嘢咁，我會重新話佢知我哋之前講咗啲乜嘢，然後再繼續我哋嘅學習計劃。因為呢2個星期我都係用同一個嘅 conversation 去學習，但係佢都會唔記得佢之前講過啲乜嘢。咁我唔知道俾咗錢全部都係使用 Plus 嘅 model 嘅話，呢一個情況會唔會有好轉嘅？ In conclusion， 我覺得 ChatGPT 係一個幫助到你學習嘅工具，但係佢冇辦法成為一個老師教到你一啲嘢。你問佢嘅問題只能夠 based on 你已有嘅知識，你可能仲有一啲位唔明白，你想佢分析俾你聽，又或者係你打咗一篇文，你想佢話你知 grammar 有冇錯，佢呢一個時候佢就可以好好咁幫助到你，話你知你想要嘅資訊，但係佢唔可以作為一個老師嘅角色去教導你，至少喺語言上係咁樣樣。咁
最後我就講下我呢2個星期嘅感想啦，就係我覺得好攰。首先第一，因為我係一個好懶、拖延症極度嚴重、一個好極致嘅 P 人，所以所有嘢我都會寧願拖到最後一刻先做。喺最後一刻係有唔同嘅爆發力嘅，比起每日用15至半個鐘嘅時間去做一樣嘢，我寧願喺最後一日我用4個鐘嘅時間去 KO 佢。另一樣呢一個2星期嘅學習計劃帶俾我嘅新衝擊就係我決定咗下年嘅年中我要挑戰去考 N4 或者 N3 嘅日文試。耶、By the way， 今日仲有發生咗一個令我非常之震驚嘅消息，就係日本聲優花澤香菜同埋小野賢章離婚咯。我真係非常之驚訝，真係咁。